今日來遼州個，就準備做個爬山啦。嘅爬山呢，你深山野上噶，前面站個，前面堂課，左邊來水喺遼州港，其實啲站個呢拍湖邊再來噶。下沙小船人頭水，做船買錢4間田啊！嘅夾風，夾風呢，一做撈呢，嘅金山，嘅左邊青龍，嘅木工呢就冇走嘅清楚到啦，動咗啦，嘅新線就冇款嘅人都到啦，係繼續理解下。係咪父母山？係睇金山來嘅。女士係掉病嘅。右邊拍湖。後面父母山係金山嘅喎，前面堂區女堂區白日燕山，個日燕山啦，佢就站過嘅夾風，風太般大家看啦，佢係燕山，前兩段嘅日看清楚喎，嘅站過。前面嘅樓片狀啊，貼腰前啦，看到人潮嘅咧太壯嘛，風太般大家看下人潮嘅太壯，你就清楚啦，越衝高咗。個咧人潮咧太壯，重高咗。個人潮太陽，嗰個風浪，其實風浪呢，即係夾風浪，深山野上其實夾風期，前面嗰啲即係遼州港呢個撈啦，睇水做水都要噶。今日同工做工啦，深山野上啊，其實站過啦。你唔係你做啊？叫你你唔。車太高喎，我有冇食到㗎？大家就理解，